全新 Sweetfy 第3版已經推出啦，相信好多大朋友小朋友都玩過。為咗與時並進，我哋換咗幾款新嘅甜品俾大家品嘗下。而家我嚟介紹一下遊戲玩法。自從 Juga Games 推出 Sweetfy 呢個遊戲之後，深受學校同親子家庭喜愛。遊戲與5呢個號碼係好有關係嘅。喺畫面上大家都會見到，除咗有5種唔同嘅甜品，有5種唔同嘅顏色，仲有5種唔同嘅玩法，主要係訓練小朋友5種不同嘅能力。首先介紹下有啲咩牌，主要係分2種。第一種係啡色卡背嘅菜單牌，每一張牌上面都會分成4格，不同嘅顏色，不同嘅甜品。第二種係粉紅色卡背嘅甜品牌，一隻顏色，一種甜品。咁佢有邊5種玩法呢？第一個玩法叫做我要吃甜品。首先將粉紅色牌背嘅甜品牌排列出嚟，然後喺啡色菜單牌裏邊抽一張出嚟，跟住揾出呢張牌上面出現過嘅甜品同埋顏色。例如藍色嘅冬甩就要抽呢張牌出嚟，綠色嘅雪糕，紅色嘅沙冰，橙色嘅果汁。如果揾到出嚟，就代表你答啱啦。呢個遊戲3歲以上就可以玩㗎啦。遊戲係訓練小朋友對於圖形同埋顏色嘅認知。第二個玩法叫做神經衰弱。神經衰弱就係將冚住嘅牌裏面揾翻一對一模一樣嘅出嚟，而呢個遊戲就係要揾一模一樣嘅甜品。例如揭開呢張牌同埋呢一張牌，如果成咗一對就表示答啱，可以得1分。可以繼續再揭開2張牌，如果唔成一對就要冚翻住啲牌，然後就到下一個玩家開牌，如此類推。父母可以同小朋友一齊親子比賽，呢個遊戲主要係訓練小朋友嘅記憶力。第3個玩法叫做鬥快吃，呢個遊戲係考反應嘅。我哋只需要用粉紅色牌背嘅甜品牌，首先抽一張牌作起始牌，餘下嘅牌各平均分俾玩家。玩家可以鬥快打出同顏色或者同甜品嘅手牌，放喺起始牌嘅上方。例如呢張牌係橙色芋圓，自己手上嘅牌有相同顏色或者相同甜品，即可以打出。另一個玩家可以把相同嘅甜品牌打出嚟，下一個玩家同樣亦都可以把相同嘅顏色或者相同嘅甜品牌鬥快打出嚟，如此類推，直至到有一個玩家手上冇晒牌，就係贏家啦。第4個玩法叫做甜品不見了，呢個遊戲係訓練小朋友嘅邏輯性，同第一個玩法係好接近嘅。首先將粉紅色嘅甜品牌全部打開並隨機排列，喺啡色嘅菜單牌庫裏邊揀一張出嚟做題目。今次唔同嘅係要佢哋揾出呢張牌冇嘅甜品。例如開出呢張牌，佢冇邊一種顏色同埋冇邊一種甜品呢？答案就係黃色嘅芋圓。如果小朋友答啱嘅話，佢嘅邏輯性應該都唔錯。第5個玩法叫做甜品拼盤，呢個遊戲係訓練小朋友嘅建構能力。咩叫建構能力呢？睇下就知啦。首先每一個玩家都會分發一份相同顏色嘅甜品牌，跟住選其中一張作為你嘅起點，然後抽菜單牌，將同顏色嘅部分拼上去。輪到下一個玩家抽牌，到玩家拼完之後就返去你嗰度，再抽牌，繼續拼落去。如果拼到一個大嘅正方形嘅話，會得到2分。例如拎呢張牌拼到一個小正方形，就可以得1分啦。但係要注意，好似呢一張牌就唔可以放喺呢度。因為紅色雖然係拼得到，但係藍色同綠色就唔啱啦，所以呢一張就用唔着啦。
你都可以選擇放一張單式嘅甜品牌，而唔抽菜單牌。但係要注意，甜品牌係不可以相連嘅。每個玩家各自拼自己嘅拼盤，直至拼到冇晒牌，唔可以再拼落去。最後計下大家可以攞到幾多分。我呢個拼盤就可以攞到2+1，總共係3分。